我係2A 班嘅陳希樂。我哋今日會做個測試，叫做再造紙嘅堅硬程度。我哋首先會試下一般 A4 白紙。我哋會試下第一本簿，第二本，第三本，第四本，係4本簿。我哋而家會試下第二款嘅通告紙，我哋可以夾到幾多本簿呢？第一本，第二本，只係2本簿就跌咗落去啦。之後我哋會試下第三款係報紙。可以夾到幾多本簿呢？第一本，第二本，第4本。第5本，係5本簿。結論係用報紙做嘅再造紙係最堅硬嘅，因為佢可以夾到最多本校簿。